冬菇頭店長感謝各位，感謝到爆，多謝多謝！爆興神器啊，一度賣斷貨啊！本身擺爆興神器嘅呢一個櫃呢，都完全一掃而空啊！咁今日咧，終於都翻貨啦！咁點解會可以賣斷晒貨呢？因為真係好好用啊，而且係非常有效。我就同大家分享呢3大斷貨理由。第一就係抗氧化之王，氫氣可以說得上係地上最強嘅抗氧化劑。氫分子係全球最小嘅粒子，抗氧化力比維他命 C 高176倍啊！可以深入去細胞、細胞核，甚至乎身體各個角落去帶走令我哋衰老嘅自由基。而且佢只會追蹤壞嘅自由基，保留好嘅自由基喺度，保護你嘅細胞唔俾壞嘅自由基侵襲。第二，作為細胞能量嘅充電站，容易疲勞或者係成日都覺得好攰、瞓得唔好嘅朋友，氫氣能夠將我哋嘅粒線體提高個能量生產，令到我哋血液循環加快，排走身體毒素之外，仲令到我哋更有活力。第三就係方便攝取，一粒爆氫神器就等於飲44萬杯水素水啊！專利儲氫技術，日本製造，4至6個鐘頭喺你身體爆發44萬 ppm 高濃度氫氣，方便方便方便！加入每月訂購計劃，更比原價低至66折嘅優惠啊！